用支票，他们支票等同现金，所以大家都会写，写多少你大概不会拿起来看，对不对？以前的奉献不是这样，以前的奉献箱，我刚才有讲过，就喇叭管，然后是金属的，所以有钱的人会看每一个奉献箱都写了一张条子，这是为什么事工奉献，为什么奉献，为什么奉献。那祭司会把这些奉献的需要贴在箱子上，然后这些有钱人就叫仆人来这里投2块金币，这里投2块银币，那里投2块铜币，这样奉献项下去。所以你看这一段经文就写，耶稣坐在奉献箱的前面，看人家怎么奉献。那你知道这个奉献一放下去，就好像大喇叭在吹号，叮叮咚咚，空空空，这个叫打击乐，像你刚才在打这个打击乐。奉献越重的，掉到箱子里面，回击的声音就会越怎么样？越大，然后声音拉得很长，然后众人在那里看，特别都是男人在那里看，然后就听到奉献箱，哇塞，这个奉献很多，然后就鼓掌。那有的人甚至于会说，大概天上的天使唱歌的声音也不过如此，赞美的声音就出来，这个叫做吹号，故意让人看见，这样懂吗？可是耶稣这个马可福音书这一段比喻讲得太好，他说有一个穷寡妇带来多少钱？2个小钱，那个丢下去根本没有声音，而且是跟在有钱人的后面丢下去，有钱人的奉献的声音还在响，他丢下去声音都听不见，已经被有钱人余音绕梁都盖过去，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一个穷寡妇的奉献。那我们再回来看马太福音书，他这里讲的就是这一个背经。他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喜欢在会堂里后街道上去做，那这个会堂里面的奉献也是有这样的箱子，让人家来称赞赞美，这个叫做吹号吹号。我们再来看。他说，耶稣说，如果你是故意要人家看见，那这一种赞美的声音就有了，天上就没有。你知道我们长老教会的创会者是谁？有没有人知道？长老教会的创会者就约翰加尔文。约翰加尔文在训练学生就讲了一句话。他说：“当你礼拜天去讲道，讲完以后，在送会友，如果有人跟你说：‘哇，牧师你讲得好棒啊！’你要小心，那个是魔鬼在讲的话。他这样聊，意思就是说，不要被迷惑，因为你讲什么，上帝都知道，不是为了取得别人的赞美而做。”施舍也是这样，如果是为了要博取人家的称赞，你的施舍已经得到回报，那天上呢就没有，因为天使在记录这一些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第3节，第6章的第3节，他说：“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。”我常说这一句话，害了我们长老教会因为我们长老教会常常不喜欢让人家知道，所以后来就被逼到，你看我们长老教会后来也改变什么？去救灾都会穿一件衣服，而且还是绿色，然后写个白字，有没有？就写台湾长老教会。
我每次看到那个衣服都很讨厌。我们为什么要写？不写不可以吗？然后我们的总会说，这样也表示我们有参加救灾。我说我们有没有救灾，谁都知道，上帝知道。我们干嘛要穿那样的衣服？而且衣服也不放在我们建成教会，所以我们到外面去，刚好遇到有灾难，还要跑回到教会来拿衣服再过去，人都死掉。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是被这个环境压得我们去妥协，但是我们对信仰的执着却脆弱。耶稣教导我们，不需要这样啊！你左手所做的，不需要让右手知道，因为上帝知道你做什么。如果我们读25章马太41节到31节到46节，他说审判的时候，上帝把一群人说：“你可以去享受创世以来就为你所准备的福气。”那一个人说：“我没有做什么。”他说：“有，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，渴的时候你给我喝，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，我流浪街头你收留我，我生病的时候你来探望我。”这一个人说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生病。他说有，因为你坐在最微小的人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钱给过乞丐的请举手。你还记不记得你给过多少钱？常常记不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给的太少。你连想都不会想，甚至于你给100块可能会记得，如果你给10万块，你会不会记得？当然会，还要请他写借据。可是因为给的很少，你根本没有记下来。但谁记下来？上帝记下来。你身上的那个天使就在你的生命册里面把它记下来。而且还会记你给的甘不甘愿。你可能给的很不情愿，但是他也写下你有给，但是给的心很痛。谁知道？天使知道。所以你要给的情愿，记下来的就不一样。这个是耶稣在教导。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，谁知道？第4节，我们看他说：“你叫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在暗中看我们所做的，天父会把这些记述下来。”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。耶稣在教导当时的门徒以及当时的跟随者所说的话。我们读这样的经文，应该有这样的了解：敬虔的宗教心，敬虔的宗教心是在回应上帝拣选的爱，而不是要让别人看得见。因为宗教心是从我们的内心来出发。那圣经作者雅各就告诉我们这样的话：真正的敬虔就是会伸手帮助穷困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1章27节，新约的后面的地方，雅各书新约最后面的地方，我们注意看希伯来书，再过去就是雅各书。雅各书第1章27节，第1章27节，
那我们来看雅各这一个作者，他这样写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章27节。我们一起来念，一起来。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愿孤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在父上帝的眼中，什么叫敬虔？敬虔就是我们会伸手帮助穷苦中的什么寡妇跟孤儿。圣经的时代，寡妇、女人是不能继承财产。圣经的时代，没有结婚的可以，结婚的不能继承财产，这样了解吗？那结过婚，你没有生孩子，这样的寡妇叫做穷寡妇。所以我们刚才在读马可12章41节到44节，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奉献，他说有钱人来奉献，紧接着说什么样的寡妇来奉献？穷寡妇，就表示那一个寡妇没有孩子，因为没有孩子，他不能继承财产，因为不能继承财产，他的生活就陷入困境。也因为这样，摩西的法律就特别叮咛，你一定要照顾孤儿寡妇，而照顾孤儿寡妇就成为在实践上帝拣选的爱。那我们会看到雅各书的作者他说，真正的虔诚就是你会去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。那这种照顾就是你要随时出手去帮助，这种出手帮助就是施舍的意思。那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，它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上用行善来换取上帝的祝福，那是错误。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讲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。我的信徒常常会跟我说：“啊，牧师，我们去叫人家来信耶稣啊，他们都会说啊，信什么宗教都一样，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叫我们去做什么？行善。”其实这是错误。基督教没有叫我们行善。因为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，去帮助人，去爱人，这等于在爱上帝。这是你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，而不能用帮助人行善事来作为条件，跟上帝在兑换拯救的恩典。没有做就是错误。做的是本分，这是基督教信仰。有时候我也很软弱，我都很想是不是我们教会来组织一个团体，叫做功德会，基督教功德会。那这样大家就比较愿意怎么样奉献。可是因为没有功德会，所以基督教会在积极这件事情上，去帮助人的事情上，显得脆弱了很多。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早期的宣教士，他们从国外来到台湾来，其实你会看到，他们都是每个教会的精英，但是他们派到台湾来，其实就奉献一生的生命在这里。我们很少台湾的教会会学习他们那一种奉献的精神，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个没有功德，这个是非常可惜。我们长老教会在台湾，晓不晓得今年已经是宣教第几年？152年，1865到现在。
我们都一直在领受从国外来的帮助，可是我们拿出去帮助别人的非常非常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很少去实践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这是非常可惜，非常非常可惜。我们会看到圣经的教导是在告诉我们，上帝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情。所以第一场礼拜，我就有跟参加礼拜的人说，如果一间教会每年结束，经常费还有剩下，经常费还有剩下，你就不要再祈祷上帝赐福给你更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有了，而且还有余，还在祈祷上帝给你更多，那就表示什么？很贪婪。那保罗讲的这样的话，贪等于什么？你们怎么都不知道？来读读看，《以弗所书》第5章第5节，《以弗所书》第5章第5节，加拉太的后面，《以弗所》第5章第5节。我们看214页的地方，第5章第5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念看。第5章第5节，一起来。因为你们确实知道，无论是淫乱、是污秽的、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分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如果我们教会还有剩下的钱，然后不会拿出去帮助别人，还在祈求上帝赏赐给我们更多，我们的教会等于在做什么？拜偶像，不是在拜上帝。不要以为拜偶像只有在庙，常常发生在教会。这个是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教导要特别注意的地方。我们给人是我们的本分，帮助人是在回应上帝拣选的爱，但是不能用这样的动作想要换取上帝的赐福，因为这是本分，没有做就是错误，做了只是尽本分，把这样的观念积存起来。所以到今年年底结束，明年元月、2月开信徒大会，有没有？每年都会开一次信徒大会，把信徒大会手册拿起来看一下，去年我们剩下多少钱，然后再来问我们的长老一下，我们去灵修旅行，就很讨厌教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应该是把这样的剩余的钱拿来帮助贫穷的教会、贫穷的事工，让这些人因着我们的爱，也分享了上帝的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我们的上帝，谢谢你让我们学习圣经的话语。